Hello，歡迎收睇 Samuel D037 D039 姜糖仔同埋海洋公園大粉絲 channel， 我哋即將收睇另一場嘅萬聖節演出，紙紮巨星回魂夜演出準備開始。大家知唔知點解我呢咁想睇多場呢？因為我仲有啲時間，所以我就要睇多場，爭取時間支持班演員啦。不過今次呢啲演員呢就好似有少少唔同，啲角色可能有少少唔同，大家睇下有咩唔同。又係準備瘋狂嘅時間啦！同佢哋咧，不如我哋一齊同佢哋每一位 say 聲 hello 先 ，hello， 你哋好。同佢哋打完招呼，而家演出正式開始啦！幾分鐘就開始啦！準備好你哋應該係仲有兩三分鐘就開始啦。Paper Doll Reviving Night will start soon. Let's enjoy the performance together. See you there. 今場呢就應該係最後一場啦，今日嘅最後一場啦。大家快點過來欣賞吧！快啲呢，趁住時間嚟支持佢哋啦！咁而家時間係2044 8點44分，仲有1分鐘就開始啦，所以啲演員呢就嚟到 stand by 啦。咁我呢4秒都準備好啦，咁我係時候準備為佢哋打氣啦。哦，邊個 naughty boy？哦，我準備嚟咯喎！好，而家時間 stand by 啦，準備嚟啦！準備，收3下，3、2、1，發射！正式開始啦！
一，準備啦 ！3、2、1，支持！哇！我有一個夢想，就是找住你，在你的愛高天堂，就有着聲音當，就有在個天地，只是在懷念，這有手就着你，總有心愛在你空心。他在這世界裡。我踏過出去。哇！俾啲掌聲嚟睇下先，大家係咪好期待呢？今日我哋嘅陣容有玉樹臨風嘅 G-Dragon， 仲有靚仔啊！如花嘅 E.T. Gaga， 哇！仲有佢哋一搭搭好搭馬嘅貓子，喵！紙紮巨星會即將開始 ，Show time 嚟啦！嘿！嘿！哦！嘿！哦！嘿！哦！嘿！喲！哇！喲！哇！哦！嚟啦！哇！3、2、1 let's go！ 進入地燈，對對對對上，地不對啊對對，對哦對哦對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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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哦對對，有人的，我就有人，我也就有人，我就有人，我就對，我就對哦。我就走掉，哇，幾勁啊！哦！哇！收！哇！哦！哇！幾勁啊！哦！哦！哇！哦！哦！哦！好勁啊！打打！哇！哦！哇！哦！哇！到我出場啦！哦！Yo！
2、3、4，哦！加油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哦！哇！哇！哇！真係冇講錯啊！今場咧真係同上一場咧有少少唔同啊！哇！哦！哦！大個仔唔係驚鬼，耶！後上載去社交平台，與家人好友分享。真係好興奮啊！呢場表演呢，我就睇完啦，係咪好刺激、好興奮呢？咁我嘅影片呢，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希望大家呢，如果中意嘅話，記得 like 我呢段嘅影片啦。咁我嘅影片呢，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去影相啦，我哋呢，下次再見啦。咁好啦，咁我哋希望呢，下次呢，再有機會呢，再嚟呢個 Halloween 嘅活動啦。因為呢都差唔多到尾聲㗎啦，今日呢29號仲有幾日呢，仲有3日呢就完㗎啦。咁希望呢大家呢可以呢趁住仲有機會可以爭取時間嚟海洋公園玩啦。好啦，咁我影片呢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 ，peace。